石环岛的晋送，作者徐定营。我的耳仔去互刮去啊！毋过今仔日看到大家，我的耳仔阁摕转来啊！阮伫石环岛的一日导游晋送，安尼介绍伊家己，看大家沙无长，伊接咧讲：我是台湾移民第二代原生姓陈。晋送已经70外岁啊！较早伫厝呢对爸母讲台湾话，大汉受日本教育，普隆时正往来，三不五时嘛有咧带台湾游客伫当地游览。伊讲自爸母无去了后，甲台湾来的游客开讲，就是伊汉咧通讲台语的时阵，伊迄代伫石环岛的台湾人还听有台语，搁后一代就干那会晓日本话尔。日本时代开始有台湾人坐船过海来石环岛开垦讨生活，定居当地。晋送的爸母嘛是安尼，所以晋送知影第一代辛苦开垦的过去。阮坐伫游览车顶，哪看风景，哪听晋送讲故，亲像驶入去因的过去。经过石环岛唯一的汤铺，伊赶紧记互阮看，台湾人甲白甘蔗早来石环岛种，拢送来即位做乌糖。听伊讲红甘蔗水分伤侪，做较无糖粒，无适合摕来做乌糖。毋过我家己有种来加甘蔗汁啉啦，伊看起来诚满足。